人你也亲眼见到了，也该放心了吧？龙小弟，能不能让我单独跟我的朱哥哥说几句话呀？好，不过你们要抓紧时间，赶快送他离开紫禁城，不然的话，恐怕夜长梦多。我知道了。去吧。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，脸色也苍白了？他们是不是虐待你了？我没事，我很好。叶师弟虽然抓了我，但毕竟是兄弟一场，一直在暗中照顾我。可是为什么感觉你跟之前不一样了？你的眼神跟以前比完全没有了神采。我刚从牢里放出来，病也才刚好，自然会憔悴一点。等出宫以后，让三师傅帮我调理一下，自然会好起来的。朱哥哥，对不起啊，都是因为我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可能被抓起来，叶哥哥也不可能会暗算。的确是你害了我，我没想到，我们10多年的青梅竹马，竟然抵不过你跟康熙大半年的朝夕相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总算明白了，谁才是真正值得我去爱的人。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倾城还在外面等着我呢。雪姐姐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听懂。有件喜事，忘了告诉你了。那夜，你跟康熙走后，是倾城找到了我，救了我。我跟倾城已经成亲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？此事有关倾城的名节，我怎能开玩笑呢？环美，其实以前我之所以对你好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就有了婚约，我只能对你好。哪怕我觉得倾城才貌双全，温柔体贴，更让我心动，我也只能把这份感情放在心里，从来没有说破过。直到那天晚上，你在婚礼上逃了婚，这反倒给了我和倾城一个难得的机会。我和倾城都很感谢你。朱哥哥，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这件事我居然不知道，但是朱哥哥，我真心替你跟雪姐姐高兴，真的不容易，真的，我真心祝福你，永远幸福，早生贵子。好，我也祝你跟康熙永远幸福，白头偕老。环梅，你不妨跟倾城比一比，看谁生的孩子多，谁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。这个朱思轩倒真是个至情至性的人，可惜啊，若他不是朱明王朝的太子，那朕一定会和他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的。皇上肯3放朱慈轩，并称赞他的为人，仅于这份胸怀，就已经不愧为圣明天子了。这个朱慈轩虽然才德兼备，也算是人中俊杰，只可惜他不识大事，不知变通，又怎么能跟皇上相提并论呢？你这话倒是说得很合朕的心意。也是，一个人再有才，那也得识大事，知变通，否则终究是一个项羽之流的悲情豪杰。徒让后人传唱于兮于兮，图奈我何？
朱哥哥，你别看龙小弟后宫佳丽3000，但是真正爱他的没有几个人，所以我想陪着他，监督他，让他做一个好皇帝。但是嫔妃，我可能做不了。为什么？我和倾城成了亲，倾城才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妃。光复大明的任务，就是我和倾城的责任，跟你没关系了。因为有爹跟师傅们，所以……傻丫头，女儿不是儿子，只有儿子才有资格继承父业。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是泼出去的水，你不必太在意你爹还有师傅们的态度。更何况，他们知道我和倾城成了亲，你爹他们也不会再逼你了。别再为难自己了，只有你过得好了，我跟倾城才能过得好。不然，我们夫妇会觉得愧疚的。说什么呢，朱哥哥？你们从来没有愧对过我，都是我在愧对你们。你还不知道我？哼，我每天会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，你不用担心我。那就好。那我们就此别过，各自珍重吧。那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走了。朱哥哥，朱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不行，这样我得跟龙小弟说一声，找一辆马车送你出宫。不用了，等出了宫，倾城会照顾我。那我也得亲自把你交到雪姐姐手上，我才放心。而且我还没有当面祝福她呢。等一下啊。龙小弟，你都听到了，朱哥哥跟雪姐姐，他们已经成亲了，所以，我决定了，我可以做你的女人。真的？你说话算数？当然算数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。好，你说。第一个条件，我相信你是个好皇帝，但是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服我爹跟师傅们不要光复大明。但若有一天他们败了，请你手下留情，不要赶尽杀绝，放他们一马，可以吗？好，朕答应。第二，如果你答应我的做不到，比如整顿吏治、废除特权、圈地等恶政，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那时候你就不是个好皇帝，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你，你不许阻拦我。朕答应。第三，虽然朱哥哥主动跟我解除了婚约，但是我不能无负无长，我必须回去告祭祖宗，给我父亲还有师傅们一个交代，等到时候再堂堂正正的回来嫁给你。可是你这一走，要是不回来怎么办？你难道就这么信不过我吗？朕不是不相信你，朕是不相信你爹还有你那帮顽固的师傅。虎毒不食子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我这次回去，他们未必会同意，但他们最多也是把我赶出明珠谷，他们不会对我做什么的。你就让我回去吧。如果我不回去跟他们说清楚的话，我过不了我心里这个坎儿。既然朱哥哥你都敢放，
为什么不敢放我？已经决定赌了，何不赌一把大的？好，那朕就跟你赌一把大。你拿着这面令牌，下次进宫见朕的时候，就不会有人阻拦了。龙小弟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互相信任，互相扶持，永不相疑，永不相害。嗯，我走了。走吧。朱哥哥，走吧。皇上，以奴才对奕欢的了解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朕又是在一场豪赌。我龙三，今日对着月亮起誓，结为异姓兄弟。从今往后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不背弃。同甘共苦，同生共死。如有违誓，天打雷劈。爱已来，卷风沙，恨不过。龙小弟，你是一个好皇帝。经过的星辰如马，望不穿雨中的他。这一生月光花，能否带他舍得心归家？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时的光速。愿做他掌上的明珠，献上我纯真的祝福。回忆中的路开满花簇，绽放般时的光速。什么？皇上罢朝了？是啊，太皇太后，已经3日了。自从皇上亲政以来，还从未如此荒废过朝政。这3日，皇上不仅不上朝，还把自己关在乾清宫中，谁也不许进去，谁也不肯见。想不到，哀家最担心之事，还是发生了。
玄烨，咱们祖孙二人有3天没见了，你还好吗？皇上，能不能开开门，咱们祖孙俩说说话？既然你不开门，那就隔着门说2句，可以吗？玄烨呀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让祖母不得不想起你那皇爷爷。记得那是崇德6年9月13日，你皇爷爷镇守嵩山呢，指挥8旗子弟浴血奋战呢。不料忽得听闻，哀家的姐姐海兰珠病倒了，她竟然不顾一切要返京。这一路上不休不眠呐，真是日夜兼程啊。终于在第5日，他终于赶到了京城，可是却没有见到海兰珠。他心情大痛啊，又是不食不眠呐，昏迷不醒啊。虽然被太医救起，可是他言语混乱，形同疯癫。就这样，不久抛下了祖母和你那可怜的6岁的阿妈一走了之。你听得明白？玄烨呀，那还是大清出兵的时候，朝野上下呀是危急四伏。祖母啊，为了你的皇阿玛，为了大清朝，我耗尽了我的全力，好不容易把你的皇阿玛养大成人，又扶上了龙椅，可是他又像你的皇爷爷，为了一个董鄂妃，一言难尽呐。祖母说不下去了，他仅仅24岁呀，又抛下了祖母和不到8岁的你一走了之。皇祖母青年丧父，中年丧子，你说我苦不苦啊？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满腔热忱的，为了你，为了大清朝，我用心把你养大。玄烨呀，你已经亲政了，这龙椅已经坐稳了，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步他们的后尘呢？皇祖母知道，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们是有情有义，可是太痴情了。你要知道，你是一国之君呐，你要为你的臣民，为了你的大清朝去着想啊，皇上。你如今连个子嗣都没有，难道
从今往后，我们祖孙两个，让后人去唾骂我们作为千秋罪人嘛！皇上，请开门吧，皇上，皇上，宣爷。更衣，上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方可叹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。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。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。天与地开在眉间，弹千秋，万世怀言，书尽